兵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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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的酒。以后从这片给我消失！发誓一下。 兵哥吹哨子。撤！兵哥，兵哥，干呗！分家我。等等，我找你们每次都是为了打架吗？ 我这次是有件事情跟大家说。从今天开始，叶小白就是你们的老大，以后你们听他的。来，让他做老大吧，他比我帅。 玩真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正式退出江湖，去做一名老师。老师，不是兵哥，你平时读读书也就算了，做老师哎，你这样也不像啊。 你过来，把衣服脱了。你左青龙右白虎，黑社会，裤子脱了。戴眼镜。喂。算了吧。这车谁的？我的。赶紧挪开。啊，我们是飞车党啊！你这车怎么飞啊？钥匙。 我叫廖学兵，26岁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 Super Teacher 兵。我叫廖学兵，是你们的新班主任，啊，代理班主任。可能是今天我显得太严肃了，
其实我是一个很活跃的人，我有很多的兴趣爱好。很传统吧？高蛋白。更加传统。搞定！哎，别说，这个比前几个倒是帅不少啊。不过智商都一样。走走走走。校长，这个班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前一阵是玩蜘蛛啊，现在开始玩上蛇了。就是啊，这可都第17个了。哎呀，很爽啊！你以后会常来的。廖老师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哦，我感觉很通透啊。刘老师，你恐怕还不知道，你已经是这个班的第17任班主任了。邱主任，小廖，我们也没有想到你第一天上班会是这么一个开头。不过，我们一直对你都很有信心。多谢校长。那不如我现在就去上课吧。廖老师，欲速则不达。哎，小廖，我还有一个会，我先走了，加油。你这还不算最惨的，之前最惨的一个老师，上完第1节课，直接从4楼跳下去了。所以说呢，高2班的班主任发生任何事情都属于校园奇观。加油，啊！廖老师，这个班的情况呢，你也大概了解了。校董会几次讨论过想解散这个班，但是我总觉得，如果你想离开的话，我可以理解。那还会有人来接替我吗？说实话，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再留下他们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们都还是孩子，而你，我总觉得有一些不一样。啊，哎，校长，你看我求了你那么久，你才肯答应试用我，我不会因为这点点小事情就逃跑的。你看我现在，我感觉很好啊。那好，这是这个班的资料，你拿回信息看一看。啊，那校长没事我就先走了。松柏多次带领校外的人员欺负同学，老师最严重的一次险些将人致残。叶玉虎好斗且多次聚众赌博，同时逼走了16任班主任。李义忠勒索、抢劫学生财物多达140次，且金额无计。廖老师，嘿，您没事吧？哦，之前校长和邱主任都太忙了，没有介绍。鄙人姓宋，宋玉浩，是高2年级主任。啊，宋老师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多多关照，多多关照。那是自然了。廖老师能来我们这里当班主任，想必是有什么管理学生的特别手段吧？啊，丢人了，丢人了。没事儿，万事开头难。敢问廖老师
之前在哪里高就？这个，我刚刚大学毕业，没当过老师，凑巧校长给了我这个机会。妈，您没当过老师啊？您不知道这个班，那可号称是死亡班级呀。死亡班级？对呀，之前有个卓老师，现在还在精神病院呢。您听我一句话，赶紧走，兴许还能留个全尸。谢谢。那不如我就再试试。这人有点意思啊。行，希望你还能撑得住。兵哥，您来了。以后别叫我兵哥。好的，兵哥。冰云，人家莫老师一追你，你直接跑欧洲去玩一圈，你都逃到另外一个时区去了。哎，你说你是不是诚心不给人家面子？我就特别讨厌那种仗着家里有钱就特有优越感的男人。我知道了，你呀，你这是奔着圣女贞德去的节奏呢。讨厌。看什么呢？我好像看见一个熟人，发生不是。是看上哪个帅哥了吧？对啊，我的第6784个白马王子。行，人挺多，可以组团解放叙利亚去了。切。哟，秋哥。哦，彪哥，好漂亮的火鸡啊！在我店门口捡到。我是来收账的。收账？我早就听说彪哥有路盲症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走错了好多条街。这是朱雀街，是夜莺酒吧。今天来通知你，以后每个月的今天，我都会上你这儿来收场。那对不起，彪哥，今天财务下班的早，要不明天早一点。1、2、3。哎，怎么了呢？这光头党可踩到咱们地盘上了。开工。都在呢，也好，省着我一个一个找你们去。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我刚买的裤子就得弄脏了。你要洗的不只是裤子吧？阿秋啊，你看这里多乱呢，怎么招待客人？兄弟们，帮他们收拾收拾。别急嘛，再等一会儿啊，小白哥就要来了。兄弟们，上！咱们走了。哎，看会儿，哎，多难得呀！哎，告诉你们福元哥，我的干洗费算他的。停！老彪，这些酒我就算你喝的，等小白哥来的时候，我让他给你打个折。喜不喜欢粉碎性骨折？阿俏，你玩车是个好手，星星酒吧
太不像了。你看你这里装修的，太差了。你说要按照欧美风格19世纪重新装修一遍，再来2个小妹妹跳跳钢管舞，生意一定好。啊！看会儿。这不是廖老师吗？我认识你吗？听说廖老师在学校里教书教得好好的，来这里干嘛？老师泡花，不合适吧？路过。您不是退出江湖了吗？那就好好在学校教书吧。来，兄弟们，别碰到廖老师，其他的给我砸！林哥，我这叫见义勇为，明不明白？快点！哎哦，那么危险，你就不怕伤到你？你知道吗？那黑道大哥长得特别像咱们学校新来那老师。你想咋能再飘一点吗？哎，等等。来，小蒋哥，好玩，有意思，越来越好玩了。廖老师，这么早下课？少废话，喝酒。